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莊山頻道正義女神嚟到第16集。今集我哋講返陳若思飾演嘅阿 Cat 點樣由殺貓變殺阿媽。正義女神入面嘅梁雅文，亦即係陳若思飾演嘅阿 Cat， 一開始俾人見到嘅係一個好唔穩定、好壓抑，又好似永遠都喺度驚緊嘢嘅少女。佢殺貓，表面上睇好似係一件好荒唐、好殘忍嘅事，但其實成件事係由一個長期被母親高壓控制、情緒不斷累積，最後徹底失控嘅過程，慢慢演變出嚟。阿 Cat 由細到大，幾乎都係活喺阿媽嘅壓迫之下。阿媽對佢管得好嚴，想佢做律師，成日逼佢讀書，逼佢做乜，逼佢跟住自己安排好嘅路行，沒收佢部手機，甚至連佢同外界接觸嘅自由都唔多。對外人嚟講，可能覺得只係一個好強勢嘅母親，但對阿 Cat 嚟講，呢種管教已經唔係愛，而係窒息。佢想反抗，但又冇力反抗；想講自己唔開心，但又冇人真係聽佢講。結果，所有壓住喺心入面嘅怨氣同痛苦，慢慢變成咗一種好扭曲嘅情緒出口。最初呢股情緒投射喺貓身上，阿 Cat 將流浪貓乸當成佢所有憤怒嘅出口。佢覺得貓乸會傷害自己嘅貓仔，佢要保護啲貓仔，唔俾貓乸傷害啲貓仔，所以佢殺咗隻貓乸。佢覺得佢係救咗啲貓仔，因為佢將自己投射入啲貓仔度。其實佢係希望有人都可以殺咗隻貓乸去救翻佢。呢一步好重要，因為佢唔係一開始就想殺人，而係先將內心嘅扭曲同失衡投射喺貓身上。亦正因為咁，感化官鄭少玲先會開始留意到阿 Cat 嘅問題唔係單純一時衝動，而係背後其實有更深層嘅心理崩壞。鄭少玲對阿 Cat 係有同理心嘅，佢唔係淨係當阿 Cat 係一個犯錯嘅少女，而係真心想了解點解一個咁後生嘅女仔會變成咁。佢嘅接觸方式唔係硬碰硬，而係慢慢引導，試圖走入阿 Cat 嘅世界。對阿 Cat 嚟講，鄭少玲係少數肯聽佢講嘢又真心對佢好嘅人，所以佢好快就將呢份關心變成一種依賴，甚至係佔有欲。但問題就係，當阿 Cat 開始將鄭少玲視為自己唯一嘅情感出口，佢心入面本來已經好脆弱嘅平衡就更容易崩裂。因為對佢嚟講，鄭少玲唔止係感化官，而係一個可以令佢覺得自己仲有價值，仲有人理解，仲有人站喺自己呢邊嘅存在。呢種感覺一旦出現，就會令佢更加難以接受現實入面嘅壓迫，尤其係來自母親嘅壓力。有一晚，鄭少玲發現咗阿 Cat 喺度準備殺貓，阿 Cat 就解釋話佢要救啲貓仔，所以要殺死隻貓乸，救翻啲貓仔。其實嚟到呢度，鄭少玲應該要深入咁再去了解阿 Cat 同佢阿媽嘅關係，或者可以阻止悲劇發生。而言官喺呢方面就諗到，阿 Cat 一旦突破咗心理防線，下一步佢係會去殺人嘅。反而鄭官同鄭少玲就諗唔到呢一點。到咗後面，阿 Cat 同媽咪之間嘅衝突越嚟越嚴重，佢阿媽唔單止冇停手，反而繼續用高壓方式去逼佢，甚至喺公眾場合都唔顧佢感受，令阿 Cat 嘅羞恥感、恐懼感同憤怒感一齊爆發。呢個時候，阿 Cat 已經唔再係一個可以冷靜思考嘅人，佢嘅情緒去到一個極點，所有壓抑咗好耐嘅黑暗面終於失控。佢去專業嘅刀具店買咗一把刀，就係準備對付阿媽。最後一晚，當阿媽再用刀逼近佢嘅時候，阿 Cat 終於反擊。佢唔再係被動挨打嗰個，而係拎起刀直接向自己親生阿媽落手，連刺10幾刀。呢一幕唔單止係殺母，亦係佢同阿媽之間長年累月權力鬥爭嘅終極爆發。佢由細到大都喺被控制、被威嚇、被壓住嘅狀態。當所有出口都冇晒，悲劇就以最極端嘅方式出現。但最可怕嘅地方唔係單純佢做咗件幾殘忍嘅事，而係佢喺行兇之後，內心已經唔再只係恐懼，而係混雜住一種好怪異嘅平靜，甚至係麻木。呢種反應正正顯示出佢個人已經去到一個完全扭曲嘅狀態。換句話講，殺母唔係突然發生，而係由殺貓開始，一步一步累積推進失控，最後先會變成一場無可挽回嘅家庭悲劇。所以如果要講呢條線最核心嘅嘢，其實就係阿 Cat 唔係一日變壞，而係喺長期壓迫之下，將所有情緒用錯誤方法發洩出嚟，先由虐貓，最後走到殺母。佢嘅故事好殘酷，
但同時亦提醒我哋，一個人如果長期得唔到理解同支援，佢內心嘅黑暗係可以慢慢被逼出嚟嘅。最後好彩佢媽咪喺醫院醒返，而阿 Cat 亦都被判定有精神障礙同幻聽，最後被判5年監禁同埋接受精神科治療。如果你都中意睇正義女神，希望你幫我撳返個訂閱掣，咁就唔會錯過條片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